大家好，係我食玩女王林秀儀啊，同大家報道下最新嘅福利。講返天氣先，受復活假期強烈氣流影響，全港放假指數急升，而食玩假期嘅復活節專列已經由西九龍極速出發，終點站係湖南張家界，帶大家嚟一場湘西洗滌心靈之旅。講到景點，呢條路線我真係好熟㗎，因為盲盒鐵路遊我去過晒啊，好嘢！先嚟打卡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，再搭呢個白龍電梯上去袁家界，感受阿凡達取景地嘅鬼斧神工啊！再上天門山去72期樓盡情吃喝玩樂兼睇表演，打卡芙蓉鎮，感受下瀑布之下嘅古鎮風情啊！最後梗係去埋鳳凰古城，好似我咁換返件苗族靚衫，喺夢幻嘅夜景之下影返輯靚相啦！又食又玩，呢個湖南團究竟幾多錢呢？我哋交俾風流倜儻嘅華仔講下啦。唔該晒風流倜儻嘅華仔，就已經玩勻張家界、鳳凰古城，仲包咗咁多景點嘅門票同埋索道啊！住宿方面，梗係等大家住好啲，玩得開心啲啦！連續3晚入住國際品牌5星級酒店，等大家養精蓄銳，盡情探索湘西呢個人間仙境啊！只此一團咋，快啲報名啊！復活節同我哋一齊飛越湖南，玩盡湘西！